基本来到后山花莲的瑞穗啊，来到了地方后，这个地标就非常的重要，这就是北回归线23.5度哇！根本我咧前日啊吼，有名的客家人，佮花莲人，迄马啥，看到了尾有一个太茶。唐人讲啊吼，了后迄只神灯可以许愿，好冇？来问一下那神灯哦，神灯啊，请问一下，根本以后我请你名迄马啥，夹夹哦。嘿呀！天使来了，客家人有名堂喽！耶！哦，还唔知你带花莲呢？哎呀，我妈妈是花莲的客家人，大概15岁左右就开始有在拍广告啊，然后杂志，所以是从平面模特。然后后来到大一的时候，那时候我读淡江大学嘛，然后刚好有一个小气大学生这个节目要找助理主持人，那个时候我就想说，哎，蛮好玩，然后就进去当小天使这个角色，然后后来才变成艺人。高流有奖嘅美女，再也系按客家乡亲，冇想到吼，用小天使形象本人印象当成嘅美女，也按多年来还展现了双眼才情，系面貌智慧兼有嘅5强人咯。你像吗？该？像我你姓什像么？你像你爸爸。我姓沈，可是我妈妈姓邓。哦，你妈妈姓邓。对，妈妈是这里的邓家。但你40节有带法脸吗40是谁？40节是小的时候。我小的时候没有。没有。太多人了。 40也无带法脸。但常常回来。哦，有家转来，老娘妈妈、老娘阿婆、老娘阿婆，然后老娘爸爸、老娘哥哥、老娘姐姐、老娘妹妹。你恐怕当中忙一点。老奶妈妈，老奶妈妈，哎，老奶姐姐，还有老奶姐姐，还有老奶茶壶。老奶茶。我跟你讲，这每次看到这个茶壶，我就想到哎，花莲到了。哇，因为我阿婆家外面有一个大茶壶。哦，真的哦。对啊。老两位恐龙有太茶壶。比他还老。还那老。我大概2、3岁的时候，我还有照片跟那个茶壶拍照，到现在都还存在。哦，啊，根本啊吼，有了小天使啊，突然你好了，看一下家不开娘童啊，吼，好好来寻根一下。对对对对。好吗？好，我妈妈是姓邓的嘛，那邓的呢就是南洋堂，然后我爸爸姓沈，沈就是汝南堂。哇，你看功课做得很足。对呀。那我妈妈她从小就是住在花莲，那我爸爸呢他住在云林，那他们2个夫妻沟通是用台语，可是对小孩子讲话就是用国语。基本上我对客语这个东西我听力会比较好，可是要讲的话我比较没有办法。来到花莲，头下馬當然係愛盡到阿美嘅愛家上家們，看到太陽光，家婆嘅屋卡就到了。你知道是什麼嗎？叫什麼噶？菠蘿蜜。哦，菠蘿蜜。冻好吃的哦。冻好吃啦。对。每年過年來的時候啊，或者暑假啊，我阿婆都會寄到台北給我們吃。哎呦，你看按台菠蘿蜜，一聽凍好吃，凍甜。哦，好像是我阿婆家哎。真的啦。你看那個圓圓的。哦，要懂地边的，懂手看到亮，不会按有圆形的。对，跟一般建築物不一樣，對不對？这是哪个设计師設計的？我跟你講，我舅舅自己蓋的。娘 Q 哦，一磚一瓦自己蓋的。哎呦，娘 Q 了啊，不哟。對啊，然後你看歷經那麼多台風啊、地震，你看都沒事。跟娘婆俩很傳哦。現在在龍潭，在我的阿姨家。該倆唔留帶馬啥哦？哎呦，倆馬啥？舅媽啦。Q 妹啊，Q 妹有。媽咪來啊。對啊，客家人有名堂啦，圍爐。圍爐很久沒見了。啲講嘢學嗰度嘢。公演時節才有轉。哦，公演時間有轉了呀。金木啊。平常時有乖嘛。挺乖。也緊張了一下。有在惹講哦。有哦。有惹講。你大18變啦，你個進講你40也是懂講嘿。等一下。小時候會調皮搗蛋嗎？會嗎？對。比較皮一點。很皮吧？還好。你還是哦，女大18變哦，東江。他家嘛做來嘛，Q 妹你唔識嚟哦。對啊。就叫你常回來。Q 妹會認識你嘞，聰嗎？因為比較少回來。被寵啊。哦，還有睡過。哎，Q 妹，那問你啊，該你頭擺啊，會用辦會辦到了花蓮那地方
哦，嘿，cái về rồi cái阿公啊，公胎啦，佢哋頭個帶嘅廟啲咩南種啊，哦，是淺山開位，係山南種嘅啊。嘿，啊吼，因為吼頭個啲演出面要吃面咩？我會吃面哦，啊公胎哦都學到啊，都學死嘅。學死！頭個年步片冇按快啊，都學到都冇字嘅啊。啊，真甜哦。係啊，啊嘅叔公啊，帶阿婆啊，帶婆胎啦，叔公胎啦，帶阿婆胎啊，韓國阿公啊，吼，韓國阿叔公啊，吼，鄉下過來嘅添，坐船過來啊，坐船過來法蓮呀，頭個冇公路啊，係啊，冇坐車冇坐啊，頭個是一下來是來到廣府啦，同做先，像天咧行去嘛個同號，南南洋，嘿，我哋鄧氏嘅族譜。鄧氏族譜，你看到嗎？你還有手抄本哦，真甜。抄本是，哎呦，厲害耶！哦，四絲咖喱，哇，看到冇？那頭擺哦，那啲是東九的呢。對呀，哦，這我第一次看到哎。看到冇？裡邊都全部用毛筆自己給它下的呢，用下的呢。此族譜由南洋祖氏。哎，那固洞哎，廣東省、嘉應州鎮、平縣、義奢、潘田。哦，第幾世都有寫，你看到嗎？從第一世開始，第一世你看下。然後你翻到後面呢，你看就是科技在進步。哇，68世。對啊，從毛筆字有沒有變原子筆？就是現在我們家的族譜，因為可以看到我媽媽的名字啊，還有我舅舅他們的名字。以後就直接用打字。對，貼進去。不過呢族譜要好好保存。對，破破的這樣。哦，個爛哦，都全部會爛的嘞。咱咧布呢？要布啊，要互動啊。哎，剛剛問你哦，香天呢吼，用不很多用糖，南洋糖。哦，佢哋族譜，他族譜吼。你看，南洋糖是會透過我們居住的地方。因為以前是在大陸是顛沛流離，那大家為了讓同姓氏的同一些親戚能夠聚集的地方，才會有堂號這個東西出現。那可能有的是名人，以名人做堂號，有的是以地方，它是從哪裡來的？對。香天人嘅堂號係南洋堂，係現正香天嘅家族，年頭係啲河南南洋附近嘅。照天目族譜記講，天日上係對鹽商來嘅，鹽商係用雄中鐵橋嘅君王上述之徒，本但君王少爺應該傳本老太慢，唔過現正慢嘅年紀已經動態嘅，少爺就留皇帝傳本來嘅武等，武等初從皇帝過後，就留天國奉本阿崇慢。下後慢嘅子孫就用國來做相，開始嘅香天人3300多年嘅歷史。這一次來錄這個節目，真的是我第一次知道哈，原來有堂號這件事情。然後包括回我舅媽家、我外婆家，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哈，原來我們姓鄧的這個有一個族譜，而且還是最古老的手抄本。說真的還對我來講還蠻訝異，說哈，原來真的這世界上有手抄族譜這種東西的存在。14歲，嘿，有個開宴然後開墾兩兄弟，乾隆25年他都來台灣，來台住就錯嘅，他定居這個虎口啦，來等你嚟看都南總方。哦，對，他的曾外公是南總，該不會哈斗，然後哈斗人法蓮那邊來，出年哈時。講定小眾老橋尾鄉下創嘅客家本色，現正歌詞地度講出同山過台灣嘅用嘅，當唱講時美人嘅愛牙態，帶定兩個奶嘅坐船嚟過海，到花蓮後山落雪嘅情形。客家講時老祖古實做事嘅功夫同廠，美人老小眾當然未愛去拜訪一下咯。雖然功夫同廠已經冇做堂，轉型做觀光產業嘅。唔過對保留下來嘅老相片，還有歷史文物度，美人還係看得到講是老祖公辛苦打拼嘅情形。當到一條擺老嘅相片嚟吼。對。哦，這個然後應該就介紹下，因為佢講他是從南州過來這裡，都那位周思齊，然後就統創崇拜，再做嚟介紹下好冇？哦，嘿，因為以前吼，青島新竹啊、苗栗啊，喺度面，因為愛潛上色，哦，啊都來到東埔，因為有統創，所以東埔佢有上色要做。以前係爸媽喺啊，媽喺啊，我是做一些吼，哪邊來？我新竹關係啊。哦，新竹。日本時代，花蓮功夫糖廠係台灣做糖重要嘅地點，製糖所愛當多人工，就對食譜嘅土種苗一條素材招人來。像從立糖廠鋪貨茶路嘅工人、老種甘蔗、茄甘蔗，還有製糖嘅工人，
做也就是千好嘅人故，佢就是唔驚辛苦嘅行業了。2002年，功夫糖廠結束嘅80年嘅志同業務，轉型做觀光休閒產業。頭擺糖廠工人嘅宿舍，咪變做歇業嘅旅館。老廠房還有老建築，是為講緊千好嘅歷史留下嘅見證。50年頭嘅時陣吼，伫個每年出口，穿個面件嘛，每100條啊，就74個元吼。哇，7成哎，可糖咧，可糖哎。我做頭擺台灣出口啊，差不多全部可糖。嘿，所以台灣是1萬多錢。對，所以糖輕鬆咗。所以以前授課嘅時候啦，演講嘅題目，如何保護原料甘蔗？哇，真的哦！有些感到會發錢咧，有嘛？有你啊，絲好看哦，伊吼，我都羅先生吼，佢啲民國52年嘅時間吼，他認為食甘蔗可以發30蚊元。你下幾多錢？做一天吼，才20-20塊而已。20條，我說我好差不多30塊，30條差不多1000啦。所以你啊，輕鬆的，甘蔗輕鬆的。你要吃餅啊，媽媽也要罰錢。吃餅也要罰錢。吃餅也要罰錢。你會吃餅的哦？不要吃了。趕緊供銷啦，做的你要全部做的。食甘蔗為本人發錢，真見想唔到呐！一下嘅功夫糖廠冇做糖，轉型賣餅。唔看21人徛定一起，啲人人推很幸福呐！這餅就可以吃很多冰，2個人份的100塊就可以解決。這麼多口味，那按手。我要吃會醉的醉香冰淇淋。醉香冰淇淋，乃是 Happy Band 芥末冰淇淋。芥末冰淇淋。真件呢也解喏，小總唔等下聽錯嘅規矩識睇咯。鴉片嘅口味有幾下10種，想問什麼嘅全部都有。芥末的味道重重哎。哦，真嘅係瓦薩米哦。哦，很辣哦。哦。我是中國人，我都喊出來天賺，佢帶千多錢來本來就賺咯。哎呦，那本來家多錢？像客家人照顧客家人。客家女的天數客家女啊，但你有什麼？有真嘅啊？冇禮貌。米哦，哦，很辣哦，哦，很辣哦，我可以換一個嗎？哎，美女，芥末口味的冰淇淋有沒有吃過？你吃看看，怎麼樣？辣不辣？辣不辣？很辣，對不對？來，來一下，味道怎麼樣？妹妹好可愛，妹妹。小總啊，唔好個欺負新人嚟啦，限制本人自家店嘅自家嘅啦。啲安尼有限快跳嘅氣氛度，適當吸餅，真見限讚哦。難怪大家來到花蓮，聽從我來到也打被報道，花蓮唔但搶有餅好食，還有好茶做得啉。水面嘅湖河係重要嘅茶米產區，也打被嘅茶品質係全台灣最有名嘅。你下我嚟做乜嘅？你要摘茶？摘茶、採茶。哎，你有看過人摘茶嗎？我小的時候看過人家摘茶，但是你知道到都市之後，要看到這種摘茶的畫面，真的很稀少。在都市的時候比較多看到採花賊哈。採花賊，因為現在採茶基本上都是用機器在採，你說要用人工去採，真的很少很少。可能該不會有胎記啊？他們就是用手工去摘茶。對。搶豆量。泰國你想嘛該？想哥。姓高，果泰國跟人唐號係乜嘅？渤海茶，你的茶的品種係乜嘅？它叫五柳啲茶哦，摘下來做乜嘅品種嘅茶？做得做綠茶，五柳，紅茶，還有乜嘅？蜜香紅茶，蜜香紅茶。哦，哎呀，胎記下版的呀。哦，這樣來看一下。哦，看到嗎？才最少的啦。這還算少哦，你批看看很雄哦。
香不香？茉莉花香的味道哎。要怎么样才是成熟，可以把它采下来？要一吸，两用枣渣。哦，一个吸2个叶，这个就是可以采下啊，摘下落黑啊，你看到吗？哦，一心2叶就可以采。一心2叶。日本时代，日本人伫武学也搭配种咖啡，种赞过后，咖啡园丰泰嘞，居民改种素薯、包薯。60年代，农林堂评估甜食含有奶质，因为武学同合适来种茶，故所大力来推广。后生嘅武学茶就对也开始飘香，变做台湾新出产嘅好茶。也包括含有茶饮公司来推出武学专属嘅红茶呢。那太子，你香嘛个？俺香菱嘞，香菱、双木林呀，干你黑嘛个糖？喜荷糖。哦，喜荷糖，喜荷糖，干你香嘛个？香锦儿东城，啊，干你嘛个糖？银川糖。哦，银川糖，啊，太子呢？香松。宋楚瑜的宋，干你黑嘛个糖？金小糖。不是我讲，大家一定要第一次甲同步，咱同种嘅哦。甲几个茶叶，然后去叫个时间过来展摆。哎呦，卖贵哦，青岛600几600。600。春夏秋冬啦。哦。跟米香都好得记啦。好得记。好得记咯。甲你头摆去做嘛个事情？我是种王梨，我是喊出来天斩，佢带青岛钱来本来就穿咯。哎呦呦，那本来家按多钱？像客家人照顾客家人。家里的天数客家人啊，干你有什么？真的冇礼貌。我做两个阿姨耶。阿姨啊2个阿舅妹。阿舅妹啊，你说看，全部都亲戚朋友，乡下来存钱。你来遐几多年呢？60人嘞。哦，60年嘞哦。60人。叫爸爸都跳过都去掠飞方啊，去都掠方出世嘅人啊。哦。也都咧茶行跳过个蒋经国按那名咧。哦，真的哦。哎呀，天鹤茶都蒋经国按那啊。哦哇！古时候这个地区的这个统称跳拜哈，蒋经国留料、石头料茶、董后生，哎，古时料杯茶全部按到天鹤茶。天鹤茶，这料。啊，蜜香红茶都会。他发明的。好，呀，来喝茶好嘛？好。茶啉咖啡啊。哦，啉咖啡哈。这点。太子真件係很好講笑喎，還有啊，太子見唔錯嘅啦。田福茶係講時嘅農發會主筆李崇濤，為到為紀念改良茶米貢獻千多嘅前田福博士，將老武學出產嘅茶改名做田福茶。第二片，大間茶行都有自家做茶嘅秘方，像高泰國嘅茶，就是得到神農獎嘅肯定哦。采烏龍茶是要對口葉開的時候，哎，才可以做烏龍茶比較香。嗯。哦，我們要做綠茶或者紅茶哈，就要比較嫩的部位。嗯。所以說會提早10天到15天的這個時間。嗯。比如說我現在是50天採茶，對，我就提早到40天或者35天，还在嫩的时候就去采。所以你就是自己发明这个蜜香红茶，就是提早采收。对，那蜜个东香的，那做嘛干？要做红茶。哦，这就是蜜香红茶。是在揉是吗？在揉什么？对，它是要破坏这个叶末，完全破坏，就是要种尾雕，尾雕就是要把水分去掉50%。哦，1公斤的茶剩下半公斤才可以揉，所以它不会有很多细碎的东西。真的耶！你看它的茶叶这样一条一条的。啲人一行一日搭味，牛腰酸嘅紅茶香衝過來，高泰國韓國啊，也製茶嘅秘密，就係啲機器蛋糕，也一條一條嘅紅筒，也做得本茶啲脱嘅高長度發生嘅化學變化，本茶含較持香，但搶批起來呀，嘅出本人都唔掉誒。按有名嘅咩香紅茶，嘅當然愛啉以後啊。搶不了泰國是香嘛干？香種。香種跟人家同好嘅嘛干？印傳統。印傳統的從泰國那來聽。跟你一樣。對，泰國那蜜香紅茶哦，跟它的批都是跟蜜都是同香，然後平常的這個茶有嘛個無香的地方。夾喺有一個小綠葉蠶吼，伊細夾喺兩嫩葉入面有嘛吼，啊細葉夾喺吐伊啲地杯，伊一年摘甲喺摘一心兩葉，啊將去烘焙，將去做出來的東西。料然後碰紅茶香咯，也是有這個小綠葉蠶。小綠葉蠶去咬，所以綠葉蠶的
口水很香哦，要不然怎么可以把茶叶变香？要问他本人，我没跟他接过我。如果最冲那位公案多少？连皮框框，连零框框。哦，有皮肉，干皮头。光闻就像蜂蜜一样，像蜂蜜。有加糖吗？你有加蜂蜜吗？完全没有。对，天然的味道。怎么会甜甜的？后鳞呢？感觉像是懂得跟蜜蜂啊蜂蜜肚里会一样。最主要是哪里它零卡因，它有回甘，有重感，而且是浓浓的，现在这个鼻腔这里浓浓的都是那个蜂蜜的味道，感觉讲话都很香，有没有？哇，很香的感觉。加一点，好好喝哦。眼干保证，也拜小总讲的，真件无好笑。濃濃嘅果子香，還有楓糖香，真件係好食到停唔下來喲。雖然都係紅茶，唔過苗栗嘅蓬風茶係半熟發酵嘅茶，然後全熟發酵嘅蜜香紅茶，連起來米絲無窮樣哦。安家是零開嚟呀？冇嚟呀？沒啊，就一杯而已。一鼻涕呀？那該兩萬個茶。綠茶，你看看，反正要等。没用用哎，没做的啦。那绿茶它最主要跟这个茶的茶种是一样的，它的采下来的时间猛冲冲冲，但都有被虫咬吗？这个就比较没有。没有被虫咬。对，好香哦。平常是你零 A 钙啊，那是都色素那个嘛，就真品绿茶蜜都会按。这才是天然绿茶的味道，有点茉莉的花香。这一批量好香哦。哟。怎么这么顺口啊？重点是它全部要这样子嚼，整个味道全部都跑出来。那蜜都浓厚哎。再一杯。再一杯，续杯。很渴哎。你唔值钱的呀，今天真甜。你有没有按绿花？绿茶它就不需要小绿叶蝉吸吮，绿茶就是比较有甘蔗味的这个绿茶，也香甜，它不会有什么刺激性。红茶的话，我们是经过小绿叶蝉吸了以后，新闻迄红火的嘛该，冲色哪个低了？太盐糖。按用猪是甲红火呢，来用个东线，比正经冇变。唔单像。那就土醋啊。哎呦，有到土哦。小红萝卜一样呢。哎呦，头版看唔起 Annie，Annie 在把猪落到那边太踢住，超好。感谢看不起你的人。对，小钟哥，我看不起你。谢谢你看不起我，按直接。它就不需要小绿叶蝉吸吮，绿茶就是比较有甘蔗味的这个绿茶，也香甜，它不会有什么刺激性。红茶的话，我们是经过小绿叶蝉吸了以后，这个口气吃到茶叶组织的时候有氧气进去，又有一点唾液，这个茶树就会做导液的机制，产生另外一种化学物质。这不要喷洒农药，它就是会吸引天敌来吃这个害虫。我们再把这个芽采回来，做成全发酵的茶以后，它就变成这个蜜香味道。对。会按哦。所以你的那个蝉是自己养的吗？还是它自己会飞来？塑造环境给它。所以你看它虽然是野生，但是它受到那个环境，让它住在那个地方。吸引它过来咬这个茶叶。你看刚才我们茶园里面都是草，这个草有时候也是它栖息的地方。所以你的草特别长。对。原來紅茶度嘅蜜香味係茶樹發出嚟嘅求救信號，真件係當成刺嘅寵物啊！比到一本猛嘅變到行卡狂牽，茶葉度無噴農藥，有機狂牽又好食，難怪做得到公園茶嘅功用。高太哥啲演節目嘅目的就係愛小嘅客家人嘅同學，佢講啲福圈呢，就有一件西服服貼片有意思哦。你會真叫肉嘅貨服嘅吼，你有冇解法？你客家人嘅法。新丁法，新丁法，看到那法是底下好，就代表到了客家人的家了，因为客家人很爱种这种花。看到哎，就在这里。拱哈同加相逢哎，前咱
来到了后山的吼，基本上很注重煮中，不是哦，它有的是甚至用纸就贴了哦，它不是，它是用整个石头去刻的，石头刻进去。不是话，你对啊注重的要尊敬，那是懂从的，对，头后对客家人懂从的。这客家电视台，真的是饮水思源，所以这个节目真的是非常棒。对，是这样，真的。真嘅，乜有你按有技术，突你来到了地方，你在底啊，该头摆前山甲后山啊吼，该辛苦的地方，大家了要喊啊，恐龙有众多客家人都来去打拼。花莲嘅客家人主要係喺清末時期對山前過來落實嘅。日本時代要推行專業農民移墾計劃，也就係人講嘅二次移民。土著苗客家鄉親大批到來花東，變作開墾後山主要嘅族群。認真單單係打單身，咪因為安呢，花蓮較少有山前看得到嘅大火房。看睇講下堂，接下來小組會帶定維尼去拜訪你嘅老朋友，同時咪食下嘅花蓮嘅好料嘅。你聽下講冇？小東哦。小鐘啊，10多年前都來過咧。10多年前。哎呦，你搶先一步哎。有證據。哎呦，看到冇？這樣啊。喊後要挑戰哦。哦，喊後山哦。哎，你以前好瘦哦。對，我印象很深刻，因為這裡要不要出來證明東後生。真的很厲害。那挑戰你說自己嘛？上天師噶，加橋尾都人嚟講，加為住迄捱太古的妹嘅。一食鋪的阿姐係愛幫咩？啊，真勁啊！對呀。不是我們的六仔還親戚朋友哎。對啊，所以為什麼我覺得來花蓮到處都是親戚朋友，走到哪都遇得到。愛幫咩？到底叫我按醬？乜凍醬？凍醬哦。唔過60歲咧。這個嘢。豆料還有皮豆料、米頭啊，牛皮豆、東橋、總統、馬英九。你 long stay 的時間是待到了未？在這裡呀，是待了未？對不對？在這裡耶。講兩個厲害。超馬的林義傑來3次。全部攞了去生。去跳一次呀？哦，真的。佢係冇來茶水中。來到田福茶期，當然愛食茶料理呀。當客煮食嘅太子，咪係武漢嘅茶農，佢研發嘅貴內列嘅茶廠，同時融合嘅花蓮、烘爐、客家族群，還有原住民嘅特色。好食又空間，像也出茶香豬腳，做法就似模像樣哦。不用茶汁，冇天孔，我不用個茶水，不用落去煮，糊啊都會茶香。哦，東西有食到豬腳啊，豬腳還有個茶香。對，吃起來啊，一般吃豬腳、吃豬腳啊，會比較太油，樣喎，吃起來對，很清爽，生津止渴。然後再來這個。竹筍、地瓜、豬籠包。哦，豬籠飯，豬籠飯。黃黏黏嘅番薯豬籠飯，嘅是太子嘅驕傲。老自家種嘅有機番薯蓉，加入拌菜肚，包入竹筍、蘿蔔乾，還有香菇，各加添嘅自家做嘅油蔥，好食到小眾100分2隻。接下來也出就係清典型嘅原住民料理，也是唔係飯瓜湯哦。麵包果燉湯，麵包，對你應該沒吃過，但我常吃哎。我真嘅哦。我小時候回來阿婆家的時候，他們都會煮這道。哎，來試看看一下米。哎，嘅名青螺湯哦，白吉路。白吉路。哦，原住民的名字。哎，白吉路。啊，後來人家就叫它叫麵包果。麵包果。對。吃起來有一點像南瓜，對，有點南瓜的味道。然後你要把它籽咬破，吃它裡面，它的籽可以吃。這個籽要咬破。你把它咬破，然後把吃裡面的那個東西很好吃。哦。然後把皮推出來。哦。降多。對，你會降多。哦，這麼低調的哈。東陽哎。好像在吃瓜子，有沒有？哦，要把殼剔出來。哎，越嚼越香哎。真見一咬就當有硬膏嘅香味，嗰類也出卜菜苦瓜雞湯，係太子自家研發嘅，利用卜菜嘅甘甜來解除苦瓜嘅苦味。太子講啊，安尼啉起來唔但唱清甜退火，還較有人生雜學，就係又辛苦咪又幸福啊！哎，太子，你香嘛該？我家家都香文，姓溫，你香文，你姓溫，姓文係同學會嘛該？我從細我都啲太原堂。
太严痛，太严痛，太严痛啦，我主动按到太严痛。太严痛，我到附近就上腰的太严痛，去到广东来逐个落的按到太严痛啦，都爱太严落的，咩中烟落的，太骨素了，太严痛有唔单像迄香纹的呢，还有撇香的嘛，就像啊香肿啊，还有香赖、香橙的，全部从颍川那个地方出来的。我懂了，我的南洋堂不一定只有姓邓的，对，也有可能姓别，只是都是南洋来的。在那个区，同一区了解了，就是分派地方来的。按讲的啦，按讲来讲，按个台烟咯，应该都有记住噶吼。就写嘛，台烟来源那个广东，有特别到来源来到广东我来到新竹来到牛皮。啊，就个老屋吼，24年就起来呢。上期啊，按用80年的呢。按用第一个同好的年，来用个东线，其中人无见。唔单像。那有读书啊。哎呦，有读书哦。小学毕业呢。哎呦，厉害。一串饭食下来，唔但唱最空食公宴，就连老师要學剪了，食飽飲足嘅。文太子老人小姐啲功夫有一隻後生東南看得到嘅老婆婆，行，夾下去看奶。天使時間，光復鄉大豐村古厝颍川堂。本县古厝并不多见，就其外观和内部结构大致保存完整。乡村地区更难得有此维护良好且深具意义的100年古厝，应列为历史建筑。哇！正言讲迄栋好，你啊栋冲了，你啊泰国，啱讲颍川堂，对，你的什么丢？错啦，颍川堂，错。你的颍川堂香嘛？该冇？钟，香钟，还有姓什么？陈，香陈，还有一个来，错，要泰国你迄香嘛？该？香钟，香钟，然后你嘛香钟，冲龙诶，香钟诶，顶下有几幅可以看到那100年的作风。做得呀，非常欢迎。图 N 了看一下我，看它刚年啊吼，它的这个落位作风前面然后一听说有半月池，如果懂这边的吼，人家半月池啊有6掌，人家半月池用不有6掌。一开始是由安阳，后来那边在这个勾整件哈，政府都拿出钱，哎呀，勾装起来。你知道半月池最主要功能是什么？招财吗？不是，水也是招财。不过最重要的是啊吼，它刚你嘛，有时候就是他譬如说有客人来，他就直接在这里把里面的鱼钓出来。就是像鱼池对了。或者是房子外有什么起火灾或干嘛，他可以利用这半月池的水去救。台湾它刚也是按级。将圈100年历史嘅总部颍川堂，到今还维持到清好。总部嘅老婆係由苗栗頭份嘅先民種阿種駛過來花蓮起嘅，到今還有總部人喺啲也打嘅哦。颍川堂，錯冇？啊，說吧，你鐵板有帶來未帶過嗎？有，我們從小都是在這邊。哎呦，這些是帶來未啊？對。哪裡？鐵板落了未啊？唐人講然後人家祖先種辛苦嘅。這是以前哈，祖先特別啲嗰種普農埔像整人哈，給做天農。天農那邊有人介紹就講，老阿公講，到東埔來開發，阿公做去走嘅。我走以後，跟像整人就講，你天嚟做好，有冇愛走咯？叫我去到東埔來開發，跟唔係要帶插機去，本機，阿公。想到乜個意思唔對啊，乜個師傅話唔對啊。那邊人真講，你嘅東埔以後不冇啊，你要依家啦，就是有點嘲笑，冇空後啊，有意思啊。所以那阿公都那邊搓手咯，然後抹茶嘅，蘇阿公沒有，搓到法臉，然後再了為大邊，大邊。你順風啊，你頭擺全部有木嘅喎，你睇嚟睇啊。你係咪真係都有咯？本來啲有搓黃布，啊啲片尾有搓西黃布嘅，那邊鹽味嗬，鹽味按公司都日本人去蔬菜嗰年嗬，嗰年啦，鹽味嗬，啲土地嗬，嗰蘇醒東西俾日本人佔去，日本人改用年頭還有發幣，所以佢冇錢嘅，冇錢以後都啲黃布都冇完全洗好，一片有洗啲咧，啊啲片都裝好。
啊，亮片防腐，我后来慢慢磨的，因为该摆20年前剃头，啊个风采，啊把个防腐掀起来。做得然后保留到不如都厉害了肉凤，这间不得了，当然的这间东西无简单。古时候我们要好好谢谢姓什么人的，竞争，谢谢他哈，谢谢。什么？头摆看不起 Annie 在发图来到那边太踢住，要感谢看不起你的人。对，小钟哥，看不起你，谢谢你看不起我。但是呢，那边我大家不很快，那像整影那边有来不卡单。有人嘛，阿爸阿公有招待他，给他爹。你看，他刚以德报怨。中部老屋係啲功夫太浮沙期，頭擺就是同廠嘅工人係啲呀。總體講，現在阿公移民到花蓮東座，係水面敷衍嘅開種社府，咪咪喺東島嘅田地嚟工作。山前4天路，大兵變做後山太地主。也是當地鼓勵人當好嘅話頭。接下來這兩個對聯，我們請我們小天使來介紹。你要賴的嘛？黃玉龍183 club， 你要賴完全遺傳到你。對呀，不科反錯。要幫你種啊呀？你啊係啊，你啊嗰種嘅對，嘅雖然你種嘅。我先種嘅。哦，你係先種嘅呀？唔係啦，嗰種嘅係種嘅，唔係雖然你種嘅。他說去買的。接下來這兩個對聯，我們請我們小天使來介紹一下。來，五鶴飛鴻傳筆法。高山流水是情意。哎呀，厲害厲害！對啊，這誰提的詞啊？以前啊，都會祖先，鐘繇講啲漢朝時節吼，就下毛筆，該草書哦，小董後，像五鶴飛鴻一樣，叫做反正就是說小董後這種，所以，來高山流水是情意。來祖先或者鐘子期，他很聽得懂伯牙他彈琴的聲音的意思啊，就高山住高山，流水住流水，所以他阐釋這個琴的音啊。伯牙彈琴啊。有時候沒有遇到知音，就是對牛彈琴。對。中部老屋啲老輩有到新時代嘅意思，不過一行一到正堂，就完全感受唔到老時代嘅韻味嘅。兩片嘅東對提倡子孫要有仁義道德，要認真讀書，要實忙耕田。中部人來到後山打拼，有能力過後，無忘本嘅啲新田地，去嘅新福報。總體講，老屋嘅設計含有建築，含特別強嘅中國嘅師傅來施工。神龕係對大陸福建來嘅高級建材，這條素材料係中國南洋人到山東倒下來嘅硏樂器做嘅，總共用為2年整體好色，出台傳統嘅雕梁畫棟，還有罕見嘅剪鐵設計喲。這個時代怎麼剪鐵哦？所以那功法很厲害。所以是大陸師傅來做呀，大陸師傅這樣子，係攞工廠，這個值得過來看一下哈。哦，這是董友啊，董友是東漢人啊，他是俗生丈夫，就是說讓他父親，結果這個天上的七仙女啊，被他感動，所以下來幫他忙，把他還錢，後來又和他結婚，但是結婚後來。一堂大地發現這樣不能讓仙女怎麼和人結婚呢？後面就把仙女全部叫回去了。做不來結婚。對，仙和人不能結婚啊。不錯，你中午的娶小天使。小天使。對，你會被上帝懲罰。會被上帝懲罰。玉皇大帝懲罰。看得到安陽當有客家風格嘅老屋，啲花蓮色彩當難得，難怪咪本人列作係歷史建築。中部老屋唔單止係中國人嘅產品，咪為客家人啲後山打拼留下嘅見證。離開嘅功夫，小眾帶帶美兒轉到學講去，看講鴉片老年以前以嚟太陽道歌，親有關係咯。哦，阿爸，哦，你好。哎呦，很緣道哦，阿爸哦，坐，你好偉如啦。你好。哦，你好。哎，阿爸，請問一下你香嘛該？
来相逢。相逢，姓黄，相逢的同好会嘛该同。讲下堂，江夏堂，你看到下面有硕士。对啊，很像一个艺人。东冲100年吼，东演导100年。对。你做老观众朋友讲，伢来迄嘛？黄玉荣183 Club 最帅的那个。最帅的里面伢来完全遗传到你了。对呀，复刻版。哦，一模一样。还有周希啊，8点档男主角无简单诶。系啊。系啊，平常时会赚的咯。较罕的叫。100年斤，几年多少钱？数目我们不能讲。就摆在哪位？摆在那桃园龙潭。龙潭。本来我啲龙潭大家还是港铁。我个阿爸是留到强天。我个天上的阿爸。伊成功了水梅。伊是很落点的人。伊过来呢，伊是只欠伊个骆驼。我个还有个老师，还有个阿婆。阿婆就听阿爸。啊个我念到佢嗰陣，大家熟法啊，到啲咩聽啊，把啲人哋窮下，就太房嘅樓藝就天六房嘅窮下，呢個龍潭家冚唪唥要走，啊，就就天上嘅阿伯去講，很幾過來天數，入邊千河村，係千河村前，結果過來入邊做過，啊，湯圓公啲最有名嘅水果係乜㗎？腰嘅，簡單腰碗學講嘅腰嘅哦。这才是手艺术哦，好身又甜，又胎，对，又有名。那个胎的，胎都不好，胎都不好，就是后生甜。麻豆嘅年啊，我哋學講買嘅腰嘅，即我嗰邊呢種麻豆雲吞嘅。哎呦呀呦，偷天換日啊！確實嘅新聞可以播出來，不然點樣啊？哦，不錯，你啊好講嘅腰嘅是最有名嘅，好講啊。咁你自家有種哦？應種有差唔多2公頃。2公頃？看黃玉龍做腰嘅之後啦，按辛苦做嘛，係啊，像 Annie 還搖屁股。黃阿爸來到花蓮已經77年嘞。佢講學過開墾嘅公司係東潮嘅沙石地，而老鳳地變做好田地，用為當道嘅鮮血。第60年代，用學講奉茶愛少存錢，過後茶嘅好工見冇誒，台裡嘅就由雲丹來落實。也下全台灣達30隻雲丹，就有一隻係對學講來嘅喲。要不也好，鹤崗的腰也好，你有冇按後生？佢差別在哪裡？跟麻豆的文大佢的品種有乜嘅差別啊？這一方面來講吼，應該我個人嘅了解吼，其實土質冇強咯，土質。還有我們這裡的地形哦，係坡地。哦，山坡地係啊，山坡地，係唔係平地。你講平平嘅所在落水吼，會浸水。佢就唔會浸水。哦，因為它是斜的。你落海水咧冇，佢嘅水會小的。小的。對。哦，我說中出來嘅魚尾就後生嚟。後生啊，該冇你冇搶一定是魚尾。佢來就還蠻有成熟啦。6分到7分熟嘅種嘅情形。唔過吧，做得實咧係啊。做得實的。做得實。可以接受。佢基本有幾分吐，你去看一下。OK，等他出來吐你的，現採看他的吃，他的現採現吃。哦，剛才是最後色咧。對呀。我倆先來色咧。哦，因為好山好水，種出來水果一定好吃。水裡一定好，我講水裡一定濃甜。要乜唔種嘅呀？你啊嗰種嘅。對。嘅細年嚟種嘅。細年種嘅。哦，你係細年種嘅呀？唔係啦，嗰種嘅按佢種嘅唔係細年嚟種嘅啦。他說去買的。真見係面正阿爸，當有綜藝玉米、當地天使嘅效果喎。第11位以前，有一類當重要嘅任務要先完成，冇要用屋下嘅同學用做得冇少見咯。黃阿爸講啊，頭擺有網友用嘅香港 fans、新馬 fans 對到也搭得來，也係有條 fans 唔是按辛苦誒，看俺嘅節目就好誒啊！小天使，你的任務又來了。當江水流波
千顷浪。这个江水呢，意思就是在湖北的长江，也就是说江夏他们的姓氏呢，是从这个长江这个地方流过来的。那这边说呢，江水流过千顷浪，意思就是说呢，在长江这个地方啊，水大地也大，把这整个美景呢全部都写出来了。再来这个。夏尧顺风善易之，这呢出自于我们24孝有一个故事呢，就是黄香啊，他就是这样哦，爸妈要去睡觉之前，他先不让爸妈睡哦，他先自己到房间里面拿一只扇子，这样扇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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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把这个草席给扇凉之后，蚊子就不会来了，爸妈再进去睡觉，这样爸妈睡觉的时候就不会被蚊子叮，把客家孝道的精神发挥极致。哦，讲迄种吼，古早啊吼，你讲到重点呀。孟家你迄那位来的，对，还最重要是用在是孝顺，孝顺对孟家来讲，总冲了错嘛，孝顺，对，海版是啲，可能讲他同是啲相逢的，姓黄的，黄玉龙，真正牌嘅客家人，正牌的，没改哦，有绑的是不是？正牌客家人哦，有改啊，没改，正牌，小心你係正牌，为人又正派。大家祖先应该托什么姑娘？哎呦，按正派啊！真的20年嘅来嘅。比爾唔是按速講啦，嘅係 long time ago， 當久以前嘅故嚟。頭擺嘅人種田綠色，愛動動人工，多子多孫就多福氣呀。唐号这个部分，原来它不只是一个姓氏的代表，而代表的是说一个客家他们团结，要分辨哦，我是这个区块，我是这个区块，就是为了照顾方便，然后那种团结的精神，也是我这一次才感觉到哦，原来客家人真的是还蛮团结的。哇，有看到吗？很强哦，很多 U 味哦，全部係 U 味。太哥，那 U 味啊吼，用板看啊吼，成熟了，用板看較甜，用板看較好食。其實如果要好雜嘅時間。你的屁股開始見那個皮啊，慢慢的一直黃嘅上去，就將那較黃嘅細細的就。哦，也不能全部黃掉，它要一點點一點的黃，微黃，然後慢慢的黃上去。按勇是那個綠豆黃啊，綠豆色黃啊。哦，這樣就是成熟的意思。哦，古時候料還蠻成熟，這個還沒嘛，這裡都綠綠的。還有形狀方面，像這個形狀就很標準啦。葫蘆形嗎？嗯，rất黃誒，rất甜的。不過料真緊是太早曬到了，係啊。一條西豆咧，西豆，咩真是黃，咩真緊黃嘅，要一家黃嘅，才會真緊甜，係冇？對，比較標準。哦，唔講用唔用？是啲啊，按用另一條有西豆嘅吼，佢較提早甜。哦，提早甜，提早成熟，早熟啦。就像청세모有時候會早熟啦，太早認識男朋友早熟。小種也比喻，用嚟吃到乖乖嘅呢，也就以為愛到半夜半邊嘅裝修。不過當時嘅小組，啱摘下來就開始食起來了。哎呦，你看，哦，水分是多的，差不多6、7分。6、7分很甜的。他說主分是10分，我們這6、7分是暗甜的。而且是9分呢就很好的啦，有9分熟吼，9分熟。最近還唔係講加法呢，人懂槍，姑媽都懂食材，真嘅懂甜，真嘅懂甜。演翕節目嘅時節，係蘇鐵的風采到來，王阿爸當時幾年嘅心血做前落番薯糖。雖然講風采對花蓮來，唔過前面實當好彩，冇乜嘅損失。王阿爸講，當感謝講下同嘅老祖公保佑，今比老偉兒轉到家婆屋卡，了解也按到行業的後生辛苦打拼嘅苦，真見本人當感痛，每本後生人當好嘅示範，環境更加苦。所以什麼天朝會出頭天。